唱不到精神疗愈，还在那一个里面，这个节奏上还差一点。拍《楼台绘制》这个戏，我最难突破的一点是又悲又喜的一种情绪上的掌控和表演的分寸，不自觉的会有一种很刻意的想要去程式化、夸张化的去表演。楼台会和我之前学习表现的那些折子戏都不太一样，它非常的细腻，它不要你那种非常刻意的肢体的语汇，就要那种自然流露的青春少年的爱情，有非常真切涌动的情感。就像魏老师说的，它是一种无招胜有招的表达方式。整个的排练过程中，老师们就会把整个戏的表演先解剖开，跟我们详细的讲这个戏的很多的表演的一种点，把我们重新的再去组建整个感情的连贯性。我们是可以程式化的表演，但是我们可以从生活中应该是如何把一个16、17岁的姑娘，她在舞台上是一个怎么样呈现的表演方式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情绪的表达。自从老师们帮我梳理过之后，我对于它每一个转折、每一个变化，从每一个脚步到每一个眼神，它每一个情绪的改变，我都有了相对比较准确的认知。不对，应该是你说怎么办？哎，对了。这个学习的过程对我来说，就感觉像是吸收到了一股非常新鲜的泉水。就不停地发现问题，虽然我在体现中还不能很稳定和非常准确，但是我心里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些表演的不同和区别。这个学习的过程让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快乐。在这个学习中，自己会发现舞台上我自己的不足之处。之前的话，可能我们是以模仿为主，那现在我想要把自己自身的一种体会倾注于戏里面的这种情感处理，想要更多的在把控情绪上、表演的分寸感和细腻度有所成长。我们青年演员私底下要通过一次次的磨练和努力，让自己离目标更进一步。我也会努力的去追寻自己的戏曲梦，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和观众见面。